这个菜繭吼，一般的读音就是菜繭吼，伊按燕歌燕繭。伫个南部嘛有讲迄个啥，若是用网西油吼，内底包肉吼，掺一寡菜，迄个做迄个肉繭啊，嘛有人讲肉繭吼。所以这是一般是读作繭，亲像咱有讲做牛仔繭，牛仔繭就是迄蚕宝宝节的那迄个啥，迄个牛仔裤啦嘛，讲牛仔裤吼，那个蚕卷啦吼。亲像罗东夜市啊吼，有一搭足有名迄个龙凤腿，迄宜兰人个讲做迄个肉繭啦，也是讲迄个啥网西油繭啦吼。就是迄个网西油包的，所以用这是伊按燕歌燕繭，这是繭主要是讲伊的外形吼，亲像这个啥，这个糖结的这个壳啊吼，很像蚕卷吼，所以才做这个繭。